这个新闻要带乡亲来去食海产，号称全宜兰上青的这个鱼产这个市场，大溪渔港，不少的鱼友呢会直接设这个现捞的单位，抑过当地头城渔会呢，进前被质疑讲收费无透明，退出管理了后呢，交渔民家己去处理，抑过内部呢拢无一个共识，干那依照这个渔港法对这个摊贩要开单，这个政府要开单，啊那年底进前若无解决者，恐惊当地就无这款现捞的单位通消费。 你即摆无收，我就真歹处理。警察逐工咧抓违法摆单，若开单搁强迫收单，摆单做生意是满目委屈。我收1万块，我1万块也要给你们嘛，这不是办法。去到向管护人员投不满驻地协会野出争议，即马搁可能无法度摆单。叫警察来讲，我叫人行路较细致的，啊唔细天。 红虾金马外跳跳，人讲全宜兰上青的鱼市场，大溪渔港鱼产澎湃，码头边仔的现捞仔单位上无有88单。生理好煞，互人打着禁止摆单。原本管理的头城渔会，互人怀疑收费有问题。今年3月退出管理了后，接手的驻地协会阁无共识，明年正月拢爱互清空撤离。 干我卖鱼比较方便一点啊，客人看到好像很新鲜啊，都比较会买啊。说水费什么费，他们可能是有明细出来，可是有的人可能没有看清楚啦，误认为会多收钱啦。目前为止，协会是已经成立，但是相关的管理办法，他们内部还没有办法取得共识，因为没有一个管理的状态，就是会造成码头面环境的脏乱。 那包括港区的安全等等都会受到影响。因为管理费用引发争议，管府继续苦劝，若阁超袂好势，警方就依法开单，恐惊无法度阁摆单，嘛互现捞的滋味伫咧渔港消失咯。Hello， 我是庄慧琪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